中国队昨又搁派出3架军机走入来咱台湾西南边防空的识别区。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公里的中空区，助我空域，将我飞航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特别是攻击飞行高度敢若30公尺的超低空，最可能的就是旋翼机。 空军正是讲，这摆是反正要直升机头一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，对了放送赶走。空军嘛派出空中的巡逻兵力来应对，防空飞弹嘛追踪监视。这嘛毋是解放军直升机头一摆来，共军的2型直升机，去年10月2日到11月19，前后入来到咱西南边的空域。 共军伫东南沿海扩建机场，这摆直升机又搁出现，专家认为讲这值得注意。中共它未来的确是有机会，更大规模的进行这种机队的低空飞行的一个演练，建立准则，或者是调整它的航空的航电仪器。它是不是已经达到这个能够对台湾做全面进犯？这一部分的能力，事实上还有一段路要走。 专家进一步表示讲，若是中国决定对台动武，配合着两栖攻击舰，那咧陆海空就可能是全面进攻。建议国军伫东部部队嘛必须要加强地面的防空飞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